點解你揾唔到另外一半？點解你唔可以達成財務自由？點解你唔係想嗰樣就有嗰樣？咁你就唔好錯過我以下呢條片，我會教你點樣可以做到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歡迎嚟到玄學研究所，我係研究員 Krista。今日我哋有全新嘅主題，西方玄學解密。第一集我想同大家揭開嘅係我最中意嘅題目——吸引力法則嘅神秘面紗。只要你掌握以下呢5個關鍵，你就可以輕鬆召喚成功。大家有冇試過好想買一樣嘢，結果周圍你都會發現到佢嘅身影？又或者你諗起一個人，結果就無端端喺街嗰度就遇見佢啦？呢個其實就係吸引力法則喺度靜靜雞咁樣運作。簡單啲嚟講，其實即係同頻共振。你散發住乜嘢嘅能量，就會吸引住乜嘢嘅事物返嚟。咁究竟點樣先可以運用吸引力法則？佢點樣可以幫我哋實現願望呢？以下呢5個就係非常之關鍵嘅元素，缺一不可。第一就係用完成式嚟落訂單，唔好淨係講我想要，其實我哋要講我已經擁有。就好似你已經買咗嗰件衫，去咗嗰次旅行，又或者已經擁有咗嗰份工作，相信自己已經達成咗目標。咁樣先可以吸引豐盛嘅能量。第二，不要限制形式。其實唔好限制咗宇宙俾你禮物嘅方式。如果你需要錢嘅話，就唔好淨係期待中6合彩啊、中彩票啊咁樣，因為佢可能會以升職加薪、投資獲利呢啲形式，甚至乎一啲你意想不到嘅形式出現。3，耐心等待。落咗 order 就要耐心等待。就好似你叫咗外賣咁樣，你一定會相信佢會送到俾你，只係時間遲咗嘅問題。你都唔會打俾外賣員催佢去送外賣啦。4，清除限制信念，放下對人事物嘅執念，寬恕過去，咁樣先至可以讓能量流動，突破卡點。其實呢一點好多人都會忽略，坊間其實好多吸引力法則嘅書都冇講過。就好似我哋清理手機嘅內存，你要 delete 咗一啲嘢，你先至可以運行得暢順。5，感受願望達成，呢一點係重中之重，用內心真實咁樣去感受願望達成嘅嗰種內在狀態，想象自己已經實現咗呢個目標，感受嗰份滿足同埋快樂。比如就更清晰咁樣接收到你嘅 order， 幫你自動接咗一張新訂單，請及時處理。因為我哋成日都會用頭腦嚟想象，而唔係我哋潛意識已經相信願望已經達成嘅嗰個感受。因為潛意識所發出嘅能量係直接連接呢個宇宙。如果你識做到呢一點，你落嘅 order 就可以如願以償。吸引力法則呢5個關鍵，你記低咗未？由今日開始，你就可以試下運用呢股神秘嘅力量，召喚屬於你嘅成功。下一集我哋將會探討其他嘅西方玄學主題，敬請留意。最後記得訂閱我哋嘅頻道。如果想獲取更多精彩嘅內容，記得撳埋個鐘仔。我哋下集再見，拜拜。